湿地还在余温。庙可能是从这边进去的。 还有蜈蚣阵啊！我有看到蜈蚣阵啊！我看看吼，那它归堆了。这边没有船了。啊！进来，要去蜈蚣阵的。 啊，有晒乌鱼子吗？真的哦，晒乌鱼。它现在是一款。 啊，这里是将军哦。啊，金昆生是将军的哦。金昆生是将军的。将军是指那个清朝的施琅将军，施琅收台湾。